个本土病例咧增加速度是有够紧，今仔日已经来到874例，搁来破纪录。意思讲，若是照这个病例数，搁继续来增加，恐惊这礼拜就会超过1000例。未来半年内，会甲病毒来形成着有乐症。虽然讲政府的策略是要甲病毒共存，但是甲国外比起来，台湾目前相关的配套也是真欠缺。未来要安怎做？台湾的医疗体系是毋是再会调？医界目前当咧思考对策。新冠病毒疫情愈来愈紧张，昨一天新增加744例，这是本土2年来上济。儿童急诊医师谢中学人员讲，疫情的发展超过估计，一礼拜一天新增加确诊的病例恐惊超过1000人。国外拢顾在疫情自然的发展，差不多2个月会达到高峰。台湾的社区相对较晏，要用更加侪时间才有法度达到高峰。半年来将会不断甲病毒对抗。我们的高峰大概在1-2个月会达到，因为你参考国外的经验也都是这个样子哈。如果我们的防疫措施不变的话，我们的高峰大概这1-2个月就会到来。医师认为，因为确诊的数字愈来愈多，无镜头甲轻症的伫厝休困，这一定要甲病毒共存。也毋过，医师苏一峰认为讲，这需要相关配套的措施，用现阶段台湾甲英国做比较，英国做几10万字的共存指引，台湾要伫开会讨论。英国有真悬的注射率，甲感染后的群体免疫，台湾也未够。英国已经准备好500万人份完整抗病毒的药物，台湾要伫准备快筛。就敢若就医这方面较方便，台湾赢尔。不过以目前台湾的医疗量能，未来疫情若较严重的时，敢真正挡会掉？台湾现在目前来讲，就是应该要把这个药物把它备齐。那这个药物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得症就需要，如何能够来应用这些药物？有大部分轻症的人，其实他事实上可以自动康复的。若是未来要甲病毒共存，医界认为讲上要紧的，当然就是要赶紧去做第3剂挂嘴암较接洗手咧，做好个人的防疫，并且要惯习甲过去完全无同款的生活模式，才会当慢慢回归疫情前的生活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